即时来恭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，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，和合本甲新约本拢是伫66页的所在。咱就我来读50章15节。约瑟遐个兄看伊老爸已经死，就讲：检察约瑟要怨恨咱，照咱前款待伊拢总的歹，一尽报应咱。因就托人去见约瑟讲：你的老爸未死的大声吩咐讲，恁着对约瑟安尼讲：前你遮的兄歹款待你，求你赦免因的过失甲罪恶。但求你赦免你的老爸的上帝的奴仆的过失。因就对约瑟讲这个话，约瑟就啼哭。伊这个兄过来拍伫伊面前讲：阮是你的奴仆。约瑟甲因讲：毋免惊，我检体上帝吗？前恁的意思是歹，总是上帝的意思是好，要保全济济人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。但恁毋免惊，我要养饲恁甲恁的囝儿。对安尼。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因。约瑟甲因老爸的家眷拢踮埃及。约瑟食百岁。约瑟得到看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孙，马拿西的孙，马吉的囝约瑟也抱因伫骹头夫。约瑟对伊的兄弟讲：我要死啦！总是上帝的确看顾恁，带恁对这所在去哩。到伊咒詛应允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约瑟甲以色列的子孙咒詛讲：上帝的确照顾恁，恁着将我的骨头运去哩。约瑟死，拄啊100岁，人用香料甲伊灌，将伊收落棺，停伫埃及。以上。即时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所讲题目是反败为胜第一讲，对监牢到宫廷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当的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。伫一礼拜中间有寒冷，也有烧热。伫这天气变化的时阵，你也照顾阮得到平安，献上阮的感谢。当主日有福气伫你面前来敬拜你。求主你赏赐阮逐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也赏赐阮有属灵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我来你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那咱伫2014年，咱的第3礼拜中间，咱要来学习一个问题，就是咱伫过去的时日中间，2013年，咱可能。已经过去啊，但是咱有碰到失败，嘛有碰到挫折，嘛有碰到无顺利的时阵，咱毋知来回想的时是用什么心态来回想这个问题。咱是毋茫讲过去这无好的代志，莫伫遐来发生，还是讲我毋茫去面对这个问题时，我会当反败为胜，我会当反败为胜。我相信上帝。伫圣经在中间，互咱真侪咧安慰，甲咱讲，咱面对任何问题时，拢是以稳准来发生的，因为咱有迄个气力会当面对这个问题。当咱若袂当面对无气力的时阵，伊要找见圣神来帮助咱。所以我相信，咱面对这失败、挫折、无顺利的这代志时，关键毋是讲莫互伊发生，是讲咱要安怎会当甲反败做胜。即个无失败的，甲真做是胜利的。咱拢知，伫咱失败，伫咱真感觉真灰心丧志的时阵，咱甚至会互人来自杀，敢若我活咧无甚物意义伫咧。但是若佫为一个角度来看时，即项代志嘛会当真做咱的前车之鉴的经验。会当真做咱得胜的这种转点一个，甚至会当真做咱成功的这种这个脚踏石同款。透过咱伫这个经过失败，面对伊，咱得到成长，然后咱就搁一步，搁一个搁较悬的这种成就会出来。当然，毋茫的伫今年中间，咱会经过5摆的这个福音主日，
有即个信息，咱要来学习有5个人物伫圣经中的人物，伊安怎伫伊生命中间，伊反败为胜的即种福音伫。咱今日所要讲的是即个约瑟，伊安怎互关伫监牢内底时阵，最后诚做宰相的即个记载。咱第3个是要来讲到摩西，摩西安怎逃走法老王的即种要甲追杀，然后倒转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能够到伫6月时阵要看见即个大卫，伊本来是咧饲羊的，要安怎变做一个君王，是安怎来打倒迄个大巨人，讲做一个君王。8月时阵，咱要讲到以斯帖，伊一个王后，伊安怎拯救以色列族无去互灭掉去，伊伫遐逆转胜。最后，咱要看对死亡中间来搁活的耶稣。这个人物是咱要来学习，伊安怎反败为胜。咱首先来看约瑟的时阵，约瑟的记载是伫创世纪第37章开始，一直到50章，拢总用14章遮尔长的即篇幅，咧讲到即个约瑟。当然，毋是完全讲到约瑟的故事，是因为约瑟伫整个历史中间有参与伫即项代志。在咧讲到即个以色列人的民族安怎伫即个饥荒的时候，犹原会当活落来，因为约瑟上帝差遣伊来行伫头先的即个代志的记载。所以咱为约瑟来看，为37章开始的时候，伊分做几啊个即个阶段。头一个阶段，伊是细汉的时阵，受到伊的爸爸非常的疼惜的。伊是雅各的即个第11个囝，是雅各上界疼的迄个太太所生的。一段时间真久的时间，拢总无办法有怀孕，要怀孕出来，头一生的就是即个约瑟。所以伊非常疼即个约瑟。伊疼伊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伊就变得偏爱去。伫遐为着伊做一领即个彩色的衫，互伊敢若伊有尔，即个兄弟拢无。做老爸若安尼做时，其实对即个囡仔毋是好处，因为开始遐兄弟就怨妒伊，就怨恨伊。所以对伊就无好面色通看，这是真明显的。咱看到雅各就是独独听即个约瑟的。那呢时阵，伊即个约瑟伊个真后做梦，做梦了时，佫爱和人分享。伊伫遐捌做着2个梦，伊梦见讲伊所即个别个稻草徛条条，因哥哥别个即个稻草拢弯落去，伫迄个所在向伊拜，伊别个即个稻草伫遐来拜。第2摆，伊佫讲，那呢？伊看见有一个太阳、月亮，佫11个星向伊伫遐咧拜。哇！第2遍的时念，伊的爸爸、伊的妈妈嘛拢算在来。太阳就是伊的爸爸是雅各，然后伊的妈妈月亮，遮拢咧甲伊拜。所以这伊佫用即个佫去甲伊的哥哥分享。哇！伊的哥哥就非常佫较气伊。咱看伊是即个约瑟伫伊的爸爸。伫保护下面的即个约瑟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到17岁的时阵，摆一摆，伊的即个羊仔无通食的时阵，所以雅各就叫因伊这囝爱去外口，甲羊送去远的所在，伫迄所在食草。久久还袂转来时，雅各就派约瑟讲：你去看卖啊，看你的哥哥伫迄个所在，即饲羊到底饲了是如何？咱圣经伫遐来记载讲。这哥哥看到远远看到约瑟要来时，东无伫迄个所在要来害伊，东无要来害伊呢，表示讲大家共同同意计划要安怎来害即个弟弟，安尼因爸爸安尼偏心疼伊的，佫伫遐定定讲迄语言，我看若个抬死的时，看伊的有影，咱就要去甲拜还是免？即种心态就伫遐来出来。迄个时阵，伊的大兄叫做刘辩，刘辩建议讲毋通甲刣死咧，莫留咱兄弟的即个血液，要甲下咧即个一个坑内底的时阵，互伊伫迄所在自然伫遐来咬死，还是去互即个野兽伫遐咬死，甲咱就无关咧。咱甲伊的衫脱起来，摕转去报告，这是伊的大兄无意来讲，咱甲刣死伊。佮伊一个哥哥叫做犹大，犹大是。拄我看见有一个以实玛利的即个上队为遐要经过，伊讲无咱甲卖互即个以实玛利的即个上队，互伊卖到伫埃及去，遐做奴隶就好。咱嘛无刣死伊啊，
就莫经过咱的手伫遐来抬死。最后因大家同意，就用20个石刻咧伫遐个卖掉去。咱看见即个约瑟的命运开始伫迄所在，本来要用抬死，无了，要去用袂去做即个奴隶，果然就叫伊斯玛利的即个上帝啊带到伫埃及，然后卖互即个法老王伊的即个护卫长叫做波提乏，卖互即个波提乏因兜的时阵嘛是做奴隶，但是上帝先甲约瑟做伙，所以约瑟所做的代志拢非常的顺利。即个主人波提乏就感觉伊即个少年人有神咧，甲伊帮助，是将伊厝里所有物件拢交代互约瑟伫迄个所在来管。虽然是做萝卜，但是敢若是一个管家共款。迄个家内底，迄个主人伊讲啊，伊敢若管伊的食呐，其他伊拢总无咧插，所以表示讲规家拢总交互即约瑟伫遐来管。圣经写讲，即个约瑟生了非常的缘投。所以，即个主人的即个太太，就伫遐要甲引诱，叫伊甲伊同房。但是约瑟约瑟讲，所有我的主人将所有物件拢交互我，敢若你无交互我尔定，我哪通做即种代志？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毋听伊话。但是即个主人的太太呢，真安尼想尽办法。有一天的时阵，约瑟去到房间内底的时阵，伊伫遐就佮佮扭。约瑟逃走的时阵，迄衫叫扭落来，伊就摕迄个衫伫迄个所在告讲约瑟伫迄个所在要甲伊欺负，啊，伊发声，所以约瑟用衫等会紧逃走去，用安尼即种的话伫迄个所在来无赖即个约瑟，佮倒转来等伊的主人倒转来先甲伊讲，即主人毋知就将即个约瑟甲关送入去监内底。咱看见约瑟的即个命运是愈来愈无好，毋若去互伊的兄弟甲伊卖掉，要抬无抬，让伊卖掉做奴隶，佫做了管家去啊。但是佫伫迄所在甲误会。到目前咱看见约瑟的误会，伊是最好代志、最对的代志，颠倒伫迄个所在得到无好的结果。咱看见约瑟伊的人生，敢若伫即个上界低的即种地点伫咧。失败甲挫折，伫迄个所在完全隐瞒着伊啊！咱若人碰到安尼情形时，你毋知安怎想？我做的代志是对的，是照着圣经的教示咧做，但是我却碰到即种的代志，到底是上帝旨意是甚物？我毋知伫咱过去的人生中间，你毋知有碰到即种的情形无？你要安怎来面对即种情形？约瑟到即时阵也未结束伊的即种歹运的代志。伊伫迄所在互关理监察了后时阵，也表现了袂歹，所以监察人就将伊即个犯人拢总互伊管。迄个时阵有2个官伫迄所在互送入来关，一个就是咧饮酒的，一个是咧管煮食的，互即个国王甲法老王咧伫遐咧饮酒，甲即个管即个煮食的。因为得罪着即个法老王，所以叫用关理监察。有一天看见即2个人面非常忧愁。因为讲到底是甚物？伊讲伊阮做一个梦，阮毋知什物意思伫咧。因2人同时做一个梦，即个饮酒，即个伊做一个梦，讲伊梦里讲有即个葡萄树有3支的即个枝伫咧，即3支枝内底拢有即个葡萄啊，真饱，所以伊就甲挽落来，然后甲接这葡萄酒下伫即个法老王的杯啊，伊摕去互法老王啉。伊毋知什么意思。第2个，迄个讲一个，伊头壳顶摕一3个即个孔仔，顶头有即个饼，要摕去互国王食，要互法老王食，无拍算有飞鸟飞来，甲伊即个饼甲伊食去。哇！所以伊毋知就真烦恼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迄个时阵，约瑟就甲因解梦，讲因即个梦内底意思到底是甚物？我袂当叮当。约瑟就甲伊解梦，解梦的是讲，你即个饮酒的即个酒精呢，你3工，这3支即个葡萄的枝内底代表是3工，你搁饮酒互即个法老王，表示讲你会继续要做即项代志，所以你3工以后，你会搁复职倒转去。然后讲即个煮食的即个，伊讲
因为你摕迄物件去互鸟仔家己，安尼你3工以后，你会去用抬头，抬头以后，你的身躯会挂伫这个柴顶头，鸟仔会来咬你的身躯。哇！即种两个完全无共款的结果，但是事实有安尼无？有，事情就参像约瑟所讲的，3工以后时阵，即个酒政又伫遐恢复，所以佫倒转去继续来服侍法老王。而即个主家就去用抬死去。但是约瑟伫即个甲酒政咧伫遐有言，咧甲伊讲解放时，甲讲，若是啊你爱伫法老前讲，我是去用冤枉的。但是无拍算，即个酒政伊却伫迄个所在来袂记咧，所以到即个时阵，约瑟并无脱离伊的即种苦情。伊有缘是伫工业中间，有缘是伫咧人生失败的即种上界低站的即个所在。上帝咧看过，伊伫遐要反败为胜的机会到啊！因为有一天，即个法老王伊伫遐做梦，伊做2个梦。在头一个梦，伊伫遐梦伊讲有7只水佮肥的种牛，即母牛伫为即河边起来，伫边仔河边伫遐咧食草，然后佫有7只真安尼足歹，啊佫足瘦的即种母牛啊起来，喂遐起来，然后啊伫遐食草，食了以后挖起来呐，将即个水佮肥的迄牛佮食去。食了后，即个瘦的即牛啊呐，也无变大颗，嘛是佫散。奇怪，总醒起来，醒起来无久的时，佫困的时，佫继续佫梦着一个梦，讲有一辆麦穗，一个麦啊，伊有生7个即个麦穗，即麦穗非常的白，非常的水滴的。然后佫一边生出来，即麦穗非常的打安尼足歹看的安尼，但是无拍算即个真无好看，即反倒转来将即个水的即个甲食去。哇！伊感觉足奇怪，醒起来以后，伊非常不安，伊就伫迄所在将。埃及所有的即术士啊，还是即博士啊，即学者拢出来讲，恁甲我解梦，这到底是啥物？无一个人会当解。迄个时阵，即酒政才突然想到讲，伊当初嘛是做梦，伊嘛毋知，但是约瑟替伊解梦，所以伊就甲即个法老王讲，有一个希伯来人，即个少年人，伊会晓解梦。法老就紧叫伊紧将对竿仔中间甲摕出来，伫遐甲穿衫，染了神来到伫伊面前来见伊。伊就法老就将即个梦甲伊讲，伫遐约瑟伫遐就甲伊解梦。伊解梦的意思伫遐讲，即个7只牛，水的牛，还是7个即个麦穗真水的，即代表咱埃及有7年的丰收伫咧。然后后壁来这7只瘦佮歹看的这牛，以及后壁佮生出来即个较无好的即个麦穗啊，这就代表你有7年的饥荒伫咧。这个7年的饥荒呢，会去食着即个你7年丰收内底所收起来这物件，所以伊就建议即个法老王，你要有智慧伫遐来处理这代志，互即个丰收的时会当最好的管理。管理了是会当来应付后壁7年的即种饥荒伫咧。但法老王想的讲，我要去倒找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我干那一个梦问了，都无一个全国无一个人知影，只有你会晓尔。所以伊就请即个命令即个派约瑟诚做迄个要治理即项代志。伊就讲，即个埃及中间只有我比你较大，所有人拢总爱听你的话，所有代志爱经过伊才会使。迄个时阵，伊敢若30岁若定，诚做埃及的即个宰相伫咧。但咱看见约瑟伊17岁的时阵，去用卖去，去用伊哥哥甲卖去，诚做奴隶，卖到伫埃及做奴隶，佮因为去做对的代志，伫遐佮用关伫监狱，佮经过13年，即中间伊是失败挫折伫咧。约瑟应该是非常灰心伫咧，丧志伫咧。但是咱尾啊，看见伊诚做一个宰相，反败为胜。伊的秘诀到底是啥物？这就是咱直接要来学习的。我相信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常常嘛会想起讲，为什么我做安尼是对的代志？敢若嘛无嘛看的嘛无啥物大毋对，但是为什么咱会得敢若足凄惨共款？到底是为着什么？是上帝互咱的功课，上帝要教示咱安怎要来学习什么无？还是即个中间要训练咱的信心是毋是？
咱是要继续坚持伫上帝的倚靠伫上帝。咱对约瑟，咱要三个来学习。约瑟以反败为胜的秘诀，头一个就是伊知影上帝，互伊的使命，伊非常的清楚。对上帝命定，真敏感、敏锐的敏锐。像约瑟知影讲，伊伫遐咧解这梦，伊就知影这只有上帝意思伫咧。上帝常常透过真侪方式，要互人来知影。所以虽然伊伫失败中间，伊若有继续这个信心来倚靠上帝，伊一定会当得到反败为胜的咧。这是头一个，伊知影上帝伊会当信靠。第二，伊知影上帝同在非常的重要的咧。果然伫即个创世纪39章第20到第50节，讲到几项代志拢讲啦，耶和华甲伊三界得地，互伊逐项行通。耶和华甲伊三界得地，所以互伊逐项拢行通的咧。所以伊会当伫遐管理迄个主人，或者所有的事物，伊佫会当伫遐来管理遐犯人的咧。上帝互伊所做代志，拢伫遐得到行通，得到顺利。咱若有上帝甲咱同在的时阵，咱逐项事都会当顺利，咱自然就会当反败为胜。第三，咱看见讲约瑟伊非常的敬畏上帝，伊毋敢伫迄个所在来犯罪。当伊面对伊的祖母、祖庙，伊伫遐咧引诱伊的时，伊伫遐讲一句话，讲：我怎样通行即个大歹来得罪上帝？我哪通行呢？虽然是你来引诱我，毋是我买哦。但是有人会当用这借口，但是伊讲袂使，我袂使行即种大歹来得罪上帝，因为伊对上帝心存敬畏，伊凡事敬畏上帝，伊毋敢违背上帝即种教示甲伊的法则伫咧，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会当反败为胜，因为咱的上帝是得胜的王。你若倚靠着伊、敬畏着伊的时，自然你会当得胜伫咧。第四个。伊认为凡事拢是出自上帝，所以伊伫要解梦的时，伊伫遐无讲啊，这是我足够的啊，这梦无问题啦，我足够。无，伊伫遐讲啊，圆梦敢毋是在伫上帝嘛？要解梦敢毋是在伫上帝嘛？这法老王甲俄罗斯讲，无，这毋是在伫我，这不在乎我，毋是我，因为这是上帝管的，一切代志拢是我靠伫上帝，是出自上帝，是毋是出自我？咱会当倚靠上帝，安尼倚靠上帝，咱自然嘛会当得到反败为胜的咧。第五项，上帝神甲伊同在，伊互伊有聪明智慧的咧。当法老王要伫遐来找一个会当治理这7年搁7年的时阵，要安怎？伊要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伊看见约瑟有上帝神甲伊同在，所以有聪明有智慧，会当伫遐所来执行这个管理。所以你若是共款。上帝是因甲你做伙的时阵，你有聪明有智慧，你自然就会当反败为胜的。第六，咱看见约瑟，伊非常的即个感恩、敬虔、感恩的咧。伊后来生2个囡仔，这2个囡仔伊号的名，头一个叫做马拿西，第二个叫做以法莲。马拿西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互我袂记你一切遐困苦的咧。伊有困苦无？当然有啊。去看伊的哥哥，竟然去伊的哥哥要甲刣死，无刣，佮甲伊关起来，佮甲伊等伫坑内，佮无佮甲伊卖掉做奴隶，奴隶时佮伫遐做对的代志，拒绝迄引诱的时，竟然去用关伊干，干内底时佮帮助别人，别人佮甲伊卖起来，顶人遮伊有困苦有，然后伊生第2个囝讲呐，互我伫受苦的地方得到兴旺起来。当然，伊生这2个囡仔时是已经反败为胜，已经做宰相啊嘛，不在伫家中间。但是咱看见这种敬虔感恩，也是约瑟伊的这种性格伫咧。伊常常敬虔，常常感恩伫咧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你毋知有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无？真敬虔的心无？你当着无好代志的时阵，你是伫遐怨叹，还是伫迄个所在在咧思考，要安怎得到帮助无？凡事感恩，圣经中间甲咱讲得非常清楚，毋是顺利的代志，咱再来感恩，是凡事。你若常常做着感恩的事，你就知影咱家己的软弱，咱家己的不足，咱常常爱倚靠着上帝，这是第一个，咱会当得到。
我会软正，所以我会活过上。第二，咱就开始思考着别人的好处。原来伫即个中间的时，有侪人咧关心咱，侪人咧帮衬着咱，你就会开始思考着这个问题。对这些种种的，就真做你的帮衬。原来凡事感恩是互咱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的所有的代志，你自然你就会当得到帮衬。约瑟就是安尼，对伊甲伊的囝好名就知影，伊伫迄个时阵已经顺利啊，已经真做宰相啊。但是伊伫遐来笑念着主安怎来款待伊，安怎帮助伊，互伊会当袂记咧迄个怨愤的，佫会当伫迄所得到兴旺。最后一项上个重要是，伊伫听中间，伊会当疗舍。咱看见伊伫做宰相的时阵，当迄个时阵，逐个饥荒拢逐个人拢无食面，只有埃及有若定，连以色列人嘛无。所以约瑟讲。雅各讲啊，咱无物件食，要安怎？听讲埃及有，安尼恁遮人去埃及去甲讨，去甲买即个粮食倒转来。伊去到埃及的时阵，雅各约瑟一看就知影这是伊的兄弟，但是这兄弟袂认咧讲约瑟，伊想讲约瑟哪有可能？约瑟早就互咱卖掉，早就做奴咧，毋知死伫倒就毋知咧。约瑟有权，当伊看见讲这个兄弟早时要害我。无去甲我卖掉，这伫我的面前，我有权会当处理伊的时阵，伊要安怎面对这？咱看见约瑟，伊是伫听中间来描写伊的兄弟。当这兄弟咧行兄弟中间的时，伊伫创世纪第5章45章50到第70页讲，但毋免因为卖我到遮来忧闷，来家己怨愤，这是上帝找我大声恁来，为着要。甲恁老村的种族伫地上，搁要行以大的拯救，保全恁的活命。哇！你会感觉约瑟讲这话是啊，徛伫上帝眼光咧看代志，毋是徛伫人的眼光。人的眼光讲吼，当好啊！恁遮害啊，恁已经伫我的控制下面，你早是安怎？这是人的眼光。上帝的眼光无。上帝找起用照着恁找起我大声到底所在来，就是要做这个代志，要保全咱的人伫地面上会当活落来。伊看的眼光是遮尔远的，是最顶面上帝眼光咧看这代志的。因为伊安尼，伊会当安尼是啊，因为伊有饶舌的心，搁伫听中间。但这是伫伊的爸爸雅各搁活的时阵。这个哥哥大概想讲，至少嘛，佮伊的爸爸会当互伊挖去，但无伊的爸爸雅各过身的时要安怎？咱看见伊头拄仔读的圣经在是讲到这段，伊的哥哥非常的惊讲伊的爸爸过身了的时，约瑟伫迄阵前讲的话，可能是因为爸爸伫咧所讲，但即马爸爸已经过身，伊是安尼利用这个机会要过来报复我？伊就伫迄个所在，佮照着伊爸爸的名讲，爸爸要死前有讲哦，讲你着爱安怎，爱来下边因哦，毋通安怎讲遐话伫咧。想讲用这个话会当甲约瑟伫遐打话头甲打掉咧。但是约瑟伫遐甲因讲即句话，伊创世纪第50章19节到20节伫遐讲，毋免惊，我检退上帝嘛。情恁的意思是歹，总是上帝意思是好，要保全侪人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。哇！这是何等大的这种眼光，欣赏伫遐看。情恁做是歹，但是上帝意思是好，要保全侪人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。咱毋知会当对咱所遇到这真侪代志的时，会当徛伫个上帝眼光底下伫看这。咱大概无遐尼简单当做个，但是咱也感觉讲，上帝掌管着咱地面上所有的代志的时阵。绝对有伊的意义伫咧，但是咱试着要用即个好方面的意义去想也无。咱看见雅各，伊用饶舌的方式，伫遐来补掉前的即种伤害。兄哥甲伊中间的即个伤害，即种痛疼，都因为伊听伫遐饶舌以后，伊这不再搁有啊。当然，伊就伫迄个所在会当反败为胜的即个气力伫。咱看见遮尔侪中间，咧甲咱讲约瑟伊为什么会当安尼，会当反败为胜？这就是咱要学习的。
咱搁一摆来思考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有可能撞到这失败甲无好的时，咱是要互伊无发生着？无是咱要安怎来面对伊，回当伫迄个所在来得胜？要安怎面对伊，就是安怎将伊尊做成功的即个踏脚石、垫脚石，还是尊做即个前车之鉴，还是即个互咱伫即个时阵来得到扭转，伫遐转折点伫咧。咱搁一摆来复习讲，约瑟伊要安怎会当伫即个人生的痛苦的时阵，会当反败为胜？伊的秘诀是啥物？头拄仔讲迄7点写伫即个所在。咱哪看，咱就哪会当想到讲到底是啥物？伊对即个上帝命定非常敏锐，知影讲一切拢是上帝掌管下面。第二，感觉上帝若甲同在时，一切拢顺利。伊做即个路步的时，做烦恼时，拢总会当去经历着。伊伫遐受到引诱的时，伊伫遐无愿意犯罪，伊敬畏上帝，伊无要犯罪。伊知影所有的代志，伊会当解梦，毋是因为伊厉害，是因为上帝咧掌管的。认定所有的事拢出自上帝，因为上帝会灵界同在，所以有长命智慧，会当管理即法老王伫梦中所梦记遮个代志。然后伊的囝伫遐来好伊名是感恩的，毋是伫遐来怨恨的。最后伊伫听中间伫遐来撩下人。咱倒转来看咱家己，咱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真可能嘛有真侪遮痛苦、失败、挫折的时阵，咱会当反败为胜袂？直接要甲你讲，你当然会，因为安怎？因为上帝听你啊。因为上帝伊嘛要将伊的即个恩赐，即丰丰富富的恩赐，要来赏赐伫你啊。上至上帝嘛，甲你同在啊，互你凡事要来顺利。咱看去拄则看到即个约瑟即7大点中间，你若愿意，你就会当，因为这就是咱的保证伫咧。上帝听你，上帝要将伊的即个恩赐赏赐伫你。上帝要甲你同在，要互你会当凡事伫遐来顺利。咱的结束2013年，咱可能有一寡无好的，咱重新来开始面对2014年的时阵，你要有即个确信伫咧。你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代志，你一定会当反败为胜，因为上帝听你，因为上帝注定就是要甲这属灵的这恩赐，拢总要赏赐互你。上帝会常常甲你同在，互你凡事顺利。问题是在于咱有倚靠上帝无？咱有信靠伊，咱有敬畏伊无？咱有照着伊所意爱的迄个教示去行无？所以直接讲，只要你若愿意敬畏上帝，跟对伊，遵行伊的教示，你一定会当亲像约瑟共款，伫遐凡事顺利。反败为胜，毋望上帝祝福伫咱所有的人。伫2014年一开始的时阵，咱会当诚做迄个敬畏上帝、跟对上帝，照着上帝教示伫遐咧行，你就要亲像约瑟共款，凡事顺利，会当反败为胜。这是咱反败为胜头一个看见约瑟的即个故事。毋望诚做咱2014年的即个帮站。咱伫即礼拜中间，咱有小组中间，咱会当来考虑着即两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毋知伫迄种失败即经验，咱到底安怎行过来？你搁一摆思考看卖啊！若无的时，你感觉你会安怎会当伫遐反败为胜？从咱拄仔所看即故事中间，以及咱的教示中间，换做你伫生活中间实际会当成做你的帮助的。愿上帝祝福伫阮所有，祝福伫咱所有要成做敬畏伊，搁来倚靠伊。照着伊的教示去行的人，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2014年开始，阮伫遮来学习，要会当阮的人生的即个性命，甚至是得胜的性命。阮若碰到失败、挫折的时阵，不如意的时阵，阮嘛会当反败为胜。因为主你听阮，因为主你应允要甲阮同在。因为主你应允要将你的属灵的恩赐要丰丰富富赏赐伫阮的中间，我若感受袂到的时阵，原来是阮还未准备好。主你随时准备好咧听头阮，
毋茫阮每一个人伫即中间会当真正知影迄个秘诀是啥物，迄个反败为胜的秘诀是啥物？乃是爱来敬畏你，爱来倚靠你，照着你的旨意来行，尽阮的本分，做阮应该做的。祝你的祝福就到伫阮的中间，求主你带领阮2014年会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活出得胜的生命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必立岛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。